點解你越努力越容易破功呢？跑完步就想食炸雞，開完會就想食大餐。其實你唔係冇自律啊，而係跌咗一個心理陷阱——道德許可。道德許可係啲乜啊？就係你做咗件好事，個大腦就會自動頒發一張放縱通行證。好似你話我今朝已經好努力啦，所以今晚應該要獎勵下自己。結果一餐食晒成個星期嘅卡路里。有個實驗證明咗呢個現象。心理學家俾兩組學生睇一個句子，一組睇到係大多數女人都好蠢，另一組就係有啲女人好蠢。之後就叫佢哋模擬招聘，結果係啱啱表現得最正義嗰組，反而係更加有偏見，因為佢哋潛意識覺得我啱啱已經好有道德，可以放鬆下啦。呢種心理我哋每日日都發生㗎，節食一日，夜晚就會暴飲暴食，專心工作3個鐘就會開始狂碌手機。其實你嘅腦只係俾自己一個休息嘅借口。解法有2步，第一，去道德化，唔好再覺得做得好等於值得放縱。跑步、專心、早起都唔係做好事，而係你身份嘅一部分。我係一個會運動嘅人，我係一個守信用嘅人，呢個就係真自律。第二，預設獎勵清單，完成任務唔好用食物同埋熒光幕去獎勵自己，可以沖個熱水涼，散步10分鐘，聽首歌。當你開始用身份去活，唔再靠做得好去獎勵自己，自控力就會穩定好多。最後，我為呢個內容準備咗一條深入講解版嘅影片，留言自控力，我會將呢個內容送俾你。